后来过来这件是台中线6个中清交流道3暝发生着死亡车祸，一个70岁太太为游览车落车要过大路时阵，后车弄死。讲这个路段挖进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，包括着汽车甲机车，总共有9个车道，阁无人行道，而且都要行将近30公尺，才会当行到对面。附近的民众讲，离这个所在过大路是非常的危险。民众小刷了游览车，准备过车路，大路顶是车来客去，其中一个查甫人先行过，看起来有淡薄危险。另外2个人上侪司机要过大路，好人人先走向前，想要到结合一台白色的轿车，弄一个摔出去10多公尺远。边仔的人看到这个画面，转讲去。警方接到通报，到现场指挥交通，轰弄这个负责人的物件落到柜涂骹，雨伞也挡做2过。刚弄的白色的轿车，挡风玻璃破起，车头也冒泪。知道那一对老夫妇他们是走到那边准备要过马路，那有听到声音吗？听到砰一声。到这无车边啊，大家看要转去啊。惊你个。也做去佚佗地哦，转来，大家要赶要转去啊。车祸都发生在台中市中清路这段，这包括着汽机车，至少有9条车道。若是以汽车车道超3公尺半来算，民众都要行将近30公尺，才会当行到对面的人行道。而且这无画斑马线，各行过都是往国道3号加中清交流道车流真多。社会负责人轰动了后，送病医也是救不回来。双方于路口发生碰撞，造成何女头部及4肢多处撞击伤，送往无锡同综合医院抢救后仍伤重不治。汽车驾驶经酒测后无酒驾情事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边那个假日对有游览车来，敢若是在时代出去活动。这个负责人轰动着不幸过身。敢有牵涉到违规过车路，后续调查之前，警方继续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